古女講你係可憐啊，也係現實啊。講你每家每處處咧啊，老人動潮啊，你到咧大你家庭有好處啊，佢好愛處咧。你可能看我你就幫我當下你可能身邊的朋友啊，佢講說佢現實生活的安定，佢好似我當所講嘅就我未來啊。佢流動嘅係啊事，講係啊事啊，現代生活對面老人啊，一個我所教嚟講，一時一嚟靠做一種我假老你好少咧。講家庭無所謂，當然小老人啊，本來就是好來呀。但是老人啊，你嚟我呀，消費過多嘅老人啊，一做靠健康嘅消費，就帶真是種話嗎？你聽我天邊嘅人你講住啊，佢哋古女你就白到，都給你啊點將加關注啊。講啊，李家聰咧所以好，李落下，現在是古我的教嚟我啦，會以前精神啊，無我無偶有精神啊，冇說啦，是不啊，一度是難對話，最個一件啊，又是一兩件好李萬東，這李萬行一家先說我只要本老起死嘅人啦。一幾年啊，家的身體啊，所力啊，佢不予所力啊。你不看了，一路馬仲話狀態啊，家每一定嘅家一路馬成老啦。如果家那邊一路馬成樣所會一路馬得人你就夠了。個好啲啦，一定要仲話偷佢老人辦家裏哩。個就隔離環島嘅記錄啦，說咧啊，先幾成後啊，一家家從我度靠住攀嘅我所謂送命嘅，車馬加落送命啊，這車馬啊，人都稱佢講鐵嘅最成熟，加做落離家終於做落好講啊，又會有命嘅送命先啦。最一龍健康冇一龍馬的壽命啊，最所的帶來呀。為什麼成日叫我老爺子你就往大象啊？你李萬東啊，一股嚟決定佢冇這車馬咯啊！這車馬啊，卡名先人啊，尊重李萬東嘅精啊，燒得窮對待了。朝野就都有佢恰恰收送時間，乜多呀？送硬過你送，你班嘅你細個你生都應該都驚我啦哇！怎麼一老人家現在是鬼話的呀？你電腦電我繼收了送啦。這車馬呀，卡名先人啊，不敢做了這頭老李姑，都有一排子啊，對你講，哎呀，萬東啊，你把你啊對死啊，自己家自由我，這李萬東聽了自動啊，車裏嘅就有啲老體位啊，車馬啊，你做我嘅大爺，你請我啦，我開玩笑啊，最後你說我對啦呀。只有我嘅做代冇可能啊！你車馬我哋一個怕，這車馬嘅就花了花錢冇5厘8厘就我咪照講啊！啊，你把你過你送啊，一本來嗱你起嚟我你笑咩啊？也就你個你識佢你之身啊，呢度應該都是嘅啦。但是一冇你因我一命眼，但是一個起來我有令啊，一生生咧個做俾人種話忍受啊，做理性呢，最少你個嘢我教成啊是啊，但是一自由我的忍受啊，這個一做嚟忍受就教自由我就冇啦。
所以啊，我上一肯定咩個字又講，講了，這千萬啊，這種雙氣些老路，就個運動，只我哋啊，你把每一點呀一個考得了，考做就我嘅事，而且我過了考失利了啊。這裏運動啊，聽一種千萬公里就我最好的效果啊！基本上啊，一個人心都發光啦。過去大爺啊，這種看電影所用呀，看了啊，所弄不老弄啊，這種韓國所弄不老弄啊，都加一個頭腦去的印象去的這種現到嘅。印象咧啊，是講我嚟來回成啊，離開世界。一上嘅時啊，係真上嘅時候，但是一下嚟啊，你萬生啊就不動了。我咧一天嘎嘎叫你啊，從所來為我啊，你冷清清嚟到用一就帶到一把，咁每上交一樣啊，一就斷氣啦。上了上時間啊，將我嘅嚟世練世，注意來用了，會使用成啊，我老爺子啊就做得就我應用的滿身的命啊，我搞成啊事，中啊自動啊，離運動的心啊，也沒講我做咗心靈這個不跳有嘅食啊，是咁啦，對住我左住我少你就我動手噶。這離運動啊，有天公力量，公眾啊做事啊，把送度嚟，把咧做假龍一種嘅小美你過頭子啊！我老爺子我把下是身體個辦咧，關係說來無聊啊！按照前面嘅種嘅生活嘅就我把可能啊一個人做事。但是我把如果將我一能夠做嘅事啊，一是做得了呢，是做外家或者做外家裏頭啊。如果我來做外的事啊，我也跟我落去外把哦。如果老爺子一來做外家裏頭的一路生意，我嘅小命啊，會靠不得了啊！會靠不得了啊！會天都塌嘅呀！一接過來用住我所以兩個啊，攞呢錯啊，一拉當住你會捐噶啦！你運動啊，自動啊，一接人咪跟狗嘅一種種煎熬接錯嚟哦！你自動先起嚟攞嚟這種攀馬人才有媽媽咯。這千萬啊，可能趁我哋啊鐵錘身上啊，鬼有厲害呀！只要你離了行啊，這個一出現好了，你能力曉，和老了你啊就不對勁啊！這個你就討厭啊，這個高龍心不聽，這個高龍心只有啊，回收我哋發炭只呢個送一個啦。每個幫我的成啊，我已經多面衝我啦。你仲我多面衝了誰管過以後啊？這個身體有你李老漢啊，你就靠有我力命才贏啊！穩住一切從佢人不見我的我嘅要嚟，但係你運動啊，一心意的愛做鬆鬆路。伊呀，你咩事啊？伊就罵住我驚我最落媽呀！你幹精用呀！你話最攰你呢啊？都有咩事啊？伊就罵驚我啊！最可以呀冇我噶，伊就罵老爺子啦！我哋啊咩我伊就驚啊靠近閻王，最紅人都咪我嘅呀！李萬堂啊，一小波多面衝嚟就翻嚟，好求你求乜多。結果佢啊就把一個隨意了嘛。
伊只见到门口顶好了就抗议，以后了顶好了不明啊，错老所以老人。伊自拢见个要说扛啊，就见了风啊，连风车里人都见怕无。那看个伊老爷子老爹啊，错好了啊，上面拎了往多了，最上面够拎了，毛啊，补了开了，最赔了，错的，故事呀，又来的。李万东已经说看啊，米冷就我就先说啊，已经看了没在就哒哒的闹呀哩。起码两个只有一担心一点，但是一家身体啊，嗰啲好哩兴啊，都莫见我跌落去开过，跌落乌毛玩啊。佢老爺子啊，一動多對一巴一成波噶啦。會一定啊識咗一龍嘅離頭少啦。一龍嘅人生啊，已經剛剛開始出頭啊。最確莫講道理，老天爺啊，你睇你一到我家裏面啊，你不到我家裏面啊，是為呢？李萬東。自從啊，已經已就個多門到了電話就佢一龍間爬到電話，啊嘅一龍間隔咩嚟發生事落嚟嘢，都話佢叮啦，希望一龍間平安咯，希望這個鐵上嘅參謀啊，前功不長，但是一電話間爬通啊，一龍間離頭啊就過路伊。成了了我單會睇見，只有了我睇見你，不過人家會講我係你係你啊，我哋人從嚟，過了tun心嘅做上面嘅，過了千年嘅啊，你一般你知我會你嘅我哋，一件佢就嚟送佢一路話嚟見到你講。佢李萬堂一直都一嚟就我說啊，對我所幫嘢，接觸啊跌到佢兩個佛山嘅啊，佢跌到錯了就哇代替佢哋啦。一直都就說啊，一件就你冇叫我啦，一啲人手啊，佢哋佢一種工作個。睇了啊！李萬東啊，一路都要拜啊，衝到門口喎，一挨到我啊，伊又冇乜嘅又確卡住我別衝，啊所以就別衝靠我咯，就話靠拖住車慢啊，冷成嘅鐵蝦子，這車慢啊，一直佢你就跟咗咯，就話被攤送過，都冇見俾你哦。佢拖呀每一點呀，阿叫一種江河咧有性命。一夜我就看我一路氣話咧，為了夜來人，一夜冇夠嘅咯啊，就把佢嘅輪棚就驚，尋晚面嚟啪嗒咗咧就估嘢咧，就講啊你鐵上下個啊，外巴就攏啊挖過嚟啦啊！伊一到外間的人手啊，佢做過啊，佢都幫我數咗變化啦。那第二外間就冇名噶啦哇，這車慢啊，就聽住我李萬東就我公路錯路，就從對袋嘅嘢多數路路嘅一罩就我呼。最使白銀道迄個啊，鍾馗老道啊，迄個我啦使鍾馗都，你看看叫我叫你老爺子迄個不安了，都可燒個花來呀，燒我啊，只攞你鍾馗我都都，你錯咧啊，就你代表講鍾馗請落我干你錯咧啦。最啊也貴啊，伊就咪給你啦。這個車買塊搞到絮叨咧啊！這李萬東啊，已經殺無拉無了就別弄個啦。一超碰了幾籠的好啊，這種波所用嘅。
開使伊攏驚你命啊！你個一來用做戲弄嘅，參馬嘅仲話好啊，係講中佢抓貴你好啊，到路我伊就話半啱嘢所燒。本嚟紅板都好似學李老坑啊，一望佢喺半道面衝嚟啦。但係一早呀，真可佢一年當呀，你老似咁啊，這啊，只老坑啊，一說啦最冇啲，說啦味冇啲。但係一直沒就開乜嘅啊，你只要求其呀。一直攏話乜照顧啲你看啊，教我哋做好菜啦。自攏啊，李元東啊，伊都幾本丁啊啦哇！無論係攞外巴雞，我個只有我吧。如果攞外巴雞咬過就話我呢個可能外驚啊，就我多命啊佢多。伊就個一路嘛半哩啊，就攏啊來有呀錯哩錯，就算有佢咩好地變化。教我半毛皮啊，或者李元東啊，終於下流行性。伊就查到所有嘅到了所在高的嘅呢嘅痛，伊就要了起嚟，佢哋所話。就做嘅啦，多數話就到一路馬後來面嚟後一路馬識，最高嚟說話，都嘅嘅啦啊，佢哋個一路話雷喐噶，一直攏啊個悲傷啊殺落嘅面上啊，但係一邊啦一種這樣嘅性命啊，即李元東啊，哎呀冇人啊繼續識落噶啦。看了一路馬多咗我面衝衝啊，旗嗰度嚟講樣嘅一路馬，而運到喺自動啊，先知道佢多幾啲作用啊，就個一般律師所有嘅老馬，最使我清朝嘅難太陽，你幾個你當咧我多律師後老女啊，你樓下就買到把佢咪招。而乜招啲形成啊！一看嘅醜嘅，一個你嘅人都冇仲話燒氣你要嚟，依家知道話吹烏呀，佢哋咪買到塊電腦用我嚟嘅，有個一不送公司攞到要嚟，但係呀啲你高啊，不冇電腦噶啦。依然就小心嘅要留半票嘅，你留下除咗落半面，講一路買你除白嘅有些啲啊嘛。但係你留下只有花起樓些咯，你私家除都冇買嘅，所除都冇你既然都冇買到，仲話要嚟。你落下嘅只攞個臉紅大片就要漂亮，我話要嚟嘅後仲話老幾多飛嚟嘅。你樓下嘅你驚我冇相識，隨住你貓登大路嗌家登大路，依然就咪買到頭我報名我話李元東啊要嚟傻票位、布羅票位嘅都齊乜啲，自動啊了樓下嘅人咩話就啦呢期啊就超到屋度啊啦，終於就往嘅街窿全部都多緊啲啦喎。李元東一路做到高，你只要不退位啊，不堅決。李元東啊，一路啊就改了一路馬性命，一直上面老乜仔呀，上面潮就怕住啊你命命呀，死又好，死又怕，死又貼。主要帶你去啊！你家衝伊哩啊，佢聽到數攞撚啊，손都咩教你數你少你噶。主要最火你家都冇寫嘅字，你攞行到面衝嚟啊！一個到面衝好好咯，但係啊，我冇陪伊哩，我明嘅一龍將啊，
李萬東啊，一股非你嘅好了啲佬。李萬東啊，一死你成個行走啊，佢也驚死了。一個路線都轉啊，咩招都吐咗嘅，只有佢死鬼佬同嘢多學啦哦。一聰明有所撇啦就講啦，依啲仲話嘅小美嘅佢一路馬做過啦。就錯你死呢而生一錯咧，我攞你就我萬生所用嘅，所用。這李老漢啊，一步做到對樣就我的元素啊，李老漢啊，可能就兩鬼我教錯啊，好咗啦。但是第二一嚟一隻公你就我順錯你發電。第二一股嚟我所話嘅，嗱看嘅這個拗多面衝咧啊，係擺嘅字李老漢啊。一叫個李萬東這對樣啊，死我的臉啊，這李老漢呀，你也斷氣啊！做水一錯咧，唯一的難定啊，一路送這裏頭啊，要一更錯咧，加落呢個一路把一路公辦送嚟啊！一朝改了領導命令啊，鐵路還停。不過啦，還停！一收里頭就講啊，紅蛋同啲愛蛋啊，先愛蛋啊，先愛海女愛爸愛公啊！我拉呀一隻一龍松啊，里頭啊，身體健康啲係啊！一旦我也冇講做些攞住我睇見啊！因為一旦我的女人要啊，佢一天又不可我卡了啊，有所幫嘅路咧，依然就騙了一路馬公150個一夜嚟見人就騙一路馬到你講，一有嘢都有一個夜來卡了女友帶咗女朋友和女友就話見票一路馬騙你樣路嘅，就你講好騙錯了見騙你樣路嘅晒。但就嚟依住我公數啲家伙啊，攞一錯咧，拉嘢將千幾兩啊，多撈先明。管理之下話李家聰啊，不敢多撈錯你少你。講這李華堂啊，一時失手啊，都幾幾撈成啊。你就專家仲話換你專家你仲話人數啊，都做一路嘛。你我哋一路講錯咧咩啊？你我也估到你少你嘅更加可怕。公啊教你估李老漢啊，一時窿啊根本都冇話。一升樓啊把好之後啊，看見一路講到落虎啊，成落中區啲外虎啊。到了一錯咧，就話可笑啊！你老漢先端咗擺嘅啦，一路見做你大爺。哎呀，不聽講啊！一家啊個做一路衝你就話人數啊！哎呀，就我哋啊，口面臭人嘅我哋啊！你聽我講字啊，佢哋孤女啊！如果雙成仲話佢動詞會流淚啊，多仲話減數佢仲話佢少多嘛，多咧我冇仲話講話啲車你疲勞處嘅我疲勞嘛，但係我聽邊啊也咧有聽過仲話啲流淚啊，依邊我過窿啊嚟減窿啊對啦，咁咩你個咧嗰個荷蘭嘢做呢個佢字流淚。我老名多，老女名我過翁，到了就我講話麼？